早起的国庆大典唱国歌，真有唱，真无唱，嘛是外界关切的重点。因为古宁头战役今年满75年，所以特别邀请拍过这场战争的3位英雄领唱国歌。前总统陈水扁甲蔡英文唱甲五党所宗这个时阵，拢用细细声对咧唱。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大声甲唱出来。总统赖清德当时是伫咧总统府内接见外宾，也未出场。邀请3位捌参加过1949年古宁头战役的英雄，老局长王华岳、欧阳军代表带头唱国歌。国庆大会前总统蔡英文、陈水扁拢有出席观礼，当时嘛有对咧唱国歌。前总统蔡英文、陈水扁唱国歌的时，五党所宗这句歌词嘛无人过。伫唱国歌前，两人坐伫观礼台顶，不时咧开讲微笑。做这摆国庆筹备委员会主委的立法院长韩国瑜，伫唱国歌的时，竟然是大声对咧唱，为中华民国做生日。踮我倒面看过来，正面看过去，唱国歌同时无看到总统赖清德。原来当时伊正在总统府内接见外宾。看历年来国庆典礼流程，伫唱国歌的时，确实国家的元首拢还未入场。当国歌响起的时，随着大把国旗飞过总统府广场的天顶，作为中华民国做生日，这个画面让人特别感动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